等咱临做悔改的时阵，咱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。咱即时开嘴，咱来临做悔改。你是信实的主，你因为你的慈爱，要赦免阮的罪，洗清咱一切不义。愿信心充满阮每一个人。当阮来到你面前悔改的时阵，阮重新开互甲主你的关系，成做一个伫信心内底领受上帝心意的人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落来有伊伫托邦的祈祷和声，咱先来读这段经文，是华语。王对神人说：“请你为我祷告，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，使我的手复原。”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了原，人如寻常一样。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即时若是伫你的身躯、伫
新朋友，伊头一遍来到教会，即遍就决定伊刷落来要过来教会。所以每一遍的互赛，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所以咱爱为着牧者、中职团队，甲每一个同工来祈祷，愿主能力完备会当赏赐互因，互人因为来到教会，来到上帝面头前来礼拜时阵，因的心就得到盼望，因的生命就得到救恩。好，咱也为着主你的守望来祈祷，为个人认罪悔改、灵命的成长，为本主你下晡的学生同工的退休会，嘛为着本周孙大校务会议，搁有灵命更新事工，因咧准备跨年的祷告会，12月31号晚上祷告会，因祈祷来迎接新的一年，也为这个祈祷的活塞团队建立来祈祷。咱教会有一个需要，但是也需要祈祷的人，咱只是开嘴，咱为着主日守望的祈祷，每只讲的事来祈祷来开嘴最大，三角尊伊的名最悬，哈利路亚！各位兄弟，这时咱用敬拜心来服侍咱耶和华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要签做伊。
这你有感觉每一日拢活伫上帝的心底内面无？因为咱人若活伫就是上帝赏赐咱的好的心底。有的人咧追求迄个不可思议的心底，但是咱相信，咱的信主的就事事拢为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每一日能当过得胜的生活，像是咱会当伫咱死的时阵，也会当活出着上帝的听，求主来帮助阮。这是咱这首诗歌来宣告主耶稣是阮救主。哦，主，你是何等奇妙！哦，主，你是何等荣耀！当我用尽心切做落。
阮来到你面前，同心合乐敬拜，求你的宝座设立，也互阮会通用那亲像落翕无溪水的心来较无主你的话。你的话是带有活命，你的话有医治，你的话引带阮到伫宽阔的所在。你的话，互阮会通得到永活的盼望。愿主来说，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伫礼拜中间，透过你的话，透过诗歌，透过阮的祈祷，拢会通搁较深深认捌你，搁较听主你，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请咱来吟信诗第4首，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，恳求你即时甲阮伫地，帮助阮开阮心灵的目睭甲耳孔，来亲近你，安静伫你的面前，亲像落切切较无溪水一样，独独来羡慕你。稳定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的救赎，互阮会当踮伫你的内面，成做你的囝儿，领受对天父来丰盛甲全新的活命。主啊，你是阮唯一的倚靠，阮要为着过去对你领受逐项的恩惠来献上阮的感谢。感恩教会伫个今年有济兄弟姊妹受洗，认捌耶稣，成做因一生的主。主啊，这是你为阮备办的，互感恩教会5000人的教会踏出一步稳定的脚步。主啊，你所想事的是超过阮所想所求的，阮感谢你无煞。伫个昨甲今仔日有举办核心同工退休会，阮要为着美利都教会逐项事工计划来祈祷，恳求主引带带领，互阮所要做的计划，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来跑走。主啊，结果子得灵魂是阮的目标，因为人人拢需要耶稣。伫个年底，阮的跨年祷告会嘛已经开始筹备。
主啊，甲咱教会需要基督服侍的团队，需要基督的勇士。恳求主你为阮备办，兴起济济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为着上帝国，为着教会，为着肢体，大大出声祈祷无煞。阮也要为着上年大学来感谢主，恩典满满赐福伫个上年大学，互上年大学逐项的事工推动顺利，学生加添，信主的人嘛日日增加。伫个即礼拜六11月24，阮所徛起的台湾有公道。主啊，愿要掠着你最欢喜，我靠你将公道的事交托互你。主啊，阮要对你来呼求。伫个11月24迄天，有超过500万人来支持爱遮公道，求主看顾保守台湾这个美丽的土地、善良的国家，会当脱离一切性解放黑暗的关系。恳求上帝光照台湾，互台湾成做圣洁、无得罪上帝的国家。阮安尼恳求、感谢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应。启应文33篇，就是诗篇139篇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望我，对前远你嘛看我，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亲手保护我。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走去倒位，我才会当多谢你。我若录音间，你嘛伫遐。也是去到日落迄边。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，叫暗暝甲我掠杂。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这时，请陈丹丽红兄弟来献诗，伊所要献的诗歌是《耶稣，我来就近你》。
我真的觉得他很棒哎。但那个陈立煌兄真的很有音乐性。好，咱来读圣经吼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到32节。和合本伫个31页，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。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，耶稣入殿教示人的时，遮的祭司头甲百姓的长老来就近伊讲：你用什么权行遮的事？搁一罪互你即个权。耶稣讲：我也有一句话要问恁。你若甲我讲，我则要甲恁讲，我用什么权行即个事？约翰的洗礼是对倒落来，是对天，还是对人？因私客议论讲，若是对天，伊要甲咱讲，安尼恁啥事无信伊？若讲对人，咱又惊百姓，因拢掠约翰做先知。就应耶稣讲，我毋知。伊就甲因讲。我也无要甲你讲，我是用什么权行这个事，总是恁拍算怎样。28节，人有2个囝，就近迄个头一个讲：囝，今仔日去葡萄园做工。因讲：我后来反悔就去。搁就近第2个也安尼讲，因讲：主啊，我要，就既然无去。即2个打落一个惊老爸意思啊。因讲：头一个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抽象的甲娼妓大生恁入上帝国，因为约翰伫义的路就近恁，恁无信伊；抽象的甲娼妓就信伊，搁恁看了也无反悔去信伊。请黄传道来讲道，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先进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要来分享进前，咱先来祈祷。主啊，阮较无你的真理伫阮的生命中，因为你的真理，互阮的生命有国外的生命，有医治的生命，有健康的生活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的话语来充满阮每一个人。安尼祈祷时，奉最后所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，久久无伫礼拜拜二的时阵来到甲大家来分享。头前的团队先来问一个问题，请问大家，敢知影今年咱教会主题是啥物？好，会当大声讲哦，要那个整齐一点，精贼吼。好，请。做主的门徒，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日生命有喘气的时阵，每一日，毋管你做啥物代志，讲啥物款的话，你做啥物款的工作，还是有啥物款的身份，就算是后礼拜六要来投票，即礼拜六歹势，对礼拜开始算嘛吼。即礼拜六要来投票，嘛是要因为你投出的即票来得到福气。毋过我嘛想要问看觅咱拢是台湾人嘛吼？台湾人对投票即件代志，你的印象，还是你认为投票伊背后在表达啥物？有人要回答无？投票即件代志，民意，人民的心声，咱的心声。搁有无？那个张青年就热烈哦，拢有回答安尼。投票在表达啥物？
伫台湾吼，我看到迄投票啊，马上就那个颜色就会出来了，马上就会有阵营出来了。那个伫台湾投票这件代志就敏感的，因为伊可能表达咱的背景，表达咱的成长的经验，表达咱的价值观，嘛可有嘛是咧表达讲。我手中拄则有讲民意，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手中拢有一票，我有这个权柄，会当投出一票来选择我要选的迄个候选人吗？候选人，咱会当来决定这个选举的结果。每一个人透过投票，互人因为我来得到福气，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伊伫 FB 啊，伊就趣味的，伊咧找迄，伊看到迄证件嘛吼，证件嘛吼，证件，吼，伊就看迄证件咧，然后看了后，我想讲，因为这个证件我应该得到福气，咱来看卖伊讲啥物，这是真实的伫那个南部的一个。选举，这是真的。好，伊讲到吼，你们这样看，你们觉得哪一项对传道来说上有福气啦？有看到无？我来甲恁讲吼，那个伊讲一个证件是讲，若是你25岁还未结婚吼，那政府甲你配婚啊，那你就会当结婚啊。啊，然后咧，这个结婚之后的，落实这工作权。性命权、婚姻权，安尼团队已经做人某啊，你知无？我就无一定会徛伫遮啊。啊，毋过对政府来配婚，你敢会投伊啊哈？真的有因他得福吗？我知影，若是安尼吼，咱拜五基督会时阵有迄那个适婚年龄名单会当摕掉，啊，足侪爸母吼拢哈溜溜啊，感谢主，我的囡仔终于结婚安尼。啊，毋过若是。咱选这个出来，真正有因为伊得到福气无？咱看到迄证件，咱知影吼，其实要实现是真困难啊。安尼，咱今仔日，在选举的时阵啊，看到新闻，看到这网络的媒体，拢讲真侪出头伫今年的台湾社会，有各种方式在选举。啊，其中啊，除了这后面迄 FB 的回复拢是伊来乱的，啊，毋过第7项是无来乱的，无啦，对我来讲嘛是来乱的。哦，那个咱袂投伊嘛，也不是我们的县市啊。啊，毋过咱咧想，在选举的时阵，咱这投票真正是有人互人得到福气无？啊，最近呢，我看到一个影片，我感觉讲，这是在最近这个很紧张的情势当中，我感觉讲就有趣味的，所以我想说，对青年一定要放互因看，所以一定要甲因来分享，这很有创意，非常的和谐，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有听过蜂蜜柠檬吗？公共电视所主办的台北市长选举电视辩论，这是真的哦，他把它加在一起。第3阶段正式台湾有嘻哈。候选人柯文哲，对的事情做，不对的事情不要做，对的事情做，不对的事情不要做。竞选经费比我还少，竞选经费比我还少，你们相信吗？信吗？你们相信吗？信吗？李习坤先生，1要照2，但是2乘以2等于4，一直在变动。4乘以4等于16，16乘以16，196。候选人兵手中手。柯文哲市场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反复的不一样。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骗来骗去，骗蓝骗绿，骗蓝骗绿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姚文智先生，柯市长，我问你，没有回答，你没有回答，没有回答，你没有回答，没有回答。这些问题拜托你回答，没有回答，你没有回答。候选人吴二阳先生，人生短短几个秋，风吹风罢休。都给我的美人，他真的在辩论会上唱歌。
拜托你回答。咱看到这样候选人吼，很想给这个做影片的拍手，不用再骂，非常的厉害。咱让选举，互咱看到选举有无共款的，咱就看讲网络甲遮个做影片，其实真正足重要，就有影响力的。那个做了很多蜂蜜柠檬，就是因为最后一个唱歌的候选人伫辩论会的时阵，伊唱歌。了后伊就红啊，因为他一直介绍蜂蜜柠檬的好处，所以我今天也要跟大家介绍这本圣经的好处。网络的世界真正影响咱每一个人，特别是这个世代的少年人。毋过咱毋茫是圣经的真理，搁较深来影响咱每一个人。今仔日耶稣甲当时的世界先进，伊有一寡对话，伊伫对话内面。要引出咱每一个人来明白官兵。官兵的来源是啥物？官兵的功用伫倒位？官兵是要做啥物的？你把遮个官兵，你是要做啥物？透过耶稣今仔日伫经文内底，互遮个先进，我用先进先讲他们，这市长甲遮个。民间的长老，因的对话要表达讲，互阮知影讲，耶稣的这个代志，伫今仔日经文讲的这个代志是咧讲啥？透过今仔日耶稣的这个代志，伊在问这个问题：你这个代志是对啥物官兵来的？你伫啥物官兵内底做这个代志？咱会当对耶稣所做的代志来分辨，嘛互咱今仔日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有权柄，毋过遮个权柄是啥物款的款式来表达？咱会当对三段的经文来看，嘛来分辨讲耶稣所讲的权柄是啥物？咱来读好无？耶稣遍行加利利，伫因的会堂教示，宣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百姓间逐项的症头，甲逐项的病痛。伊的名声报扬到通叙利亚，凡有治病的，拄着侪样症头甲疼痛的，犯着鬼的、牛耳的、灌水的。带因拢来就近伊就医好。咱搁来看第二段经文，耶稣的官兵是为着啥？请来读。耶稣遍行这个城，这个乡市，以因的会堂教示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逐样的症头，逐样的病痛。第4周，然后第9章，然后今仔日经文的头前，这市长甲长老所讲的，就是即件代志。咱来读，伊讲的即件代志，这个事就是咧讲即件代志。咱来读，耶稣伫上帝殿赶出殿内一切礼拜的人，换一个人会道，甲袂正的人的意。甲因讲，有记载讲，我的厝要称做基督的厝。若是恁遮会互因做插手，痴迷的、摆骹的，伫殿内就近耶稣，伊就医好因。咱在想，耶稣伊权柄的来源，人敢会当互人得到医治？完全的医治，顶边魏连月老师伫遮嘛有分享，完全的医治是对上帝来的。伊有遮个权柄是要做啥呢？耶稣伊亲身来甲阮，互咱来看到，伊的性命是伊行到倒位，伊就传福音到倒位，赶鬼医病。咱看到咱的牧师嘛是。伊去买一双鞋嘛是当传福音，伊去倒位嘛是当传福音，这嘛是一个示范，互阮看到讲，我们是在学耶稣。耶稣的权柄，
伊会表现着伫一个人伊哪行哪传，伊互人的性命得到恢复，得到国外的性命。耶稣在甲遮个先知在讲话时阵，伊听着伊的问题，伊知影，因真聪明，因就智慧伫迄社会中有遮个权柄，所以伊反转来问因讲：无你来看，约翰的洗礼是对倒位来的？咱嘛会当对约翰的洗礼来看到权柄是啥物？咱来读这两段经文，好无？好，请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要互恁反悔。若是对我来的比我较有权利，伊的鞋我也要牵得提。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。然后呢，伊当约翰拄着耶稣的时阵，咱来读。迄时，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就近约翰，要对伊受洗礼。若是约翰阻止伊讲：我何该对你受洗礼？你反倒就近我吗？耶稣应伊讲：担请问我，因为咱合意着安尼来尽隆重的义，就问伊。耶稣已经受洗礼。连比对水上来，天忽然为着伊开，伊就看见上帝的神亲像这降临，伫伊的顶面，搁对天有声讲：这是我的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伫迄个时阵，迄个社会中，这甲人洗礼，这约翰是足有名的，所以耶稣透过因来邀请。才会先前讲问讲，无恁来讲看觅，约翰洗礼是对倒位来的？咱会当对这两段经文来看到，约翰伊来到遮个世间，伊嘛是人，伊是伫耶稣头前来的。伊来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伊来传讲悔改的洗，伊来做主的见证。伊透过伊的性命，伊透过伊所做的，互人看见讲，这信仰是真实的，这信仰会带人来到上帝面前。伊领受权柄了后，伊就来呼召人来到上帝面前。总是伫遮的先前，伊听了后，因安怎回答？因伫边仔咧讨论讲，要安怎甲伊回答？安尼讲嘛毋对，安尼讲嘛毋对，无咱讲，咱毋知好啊。所以因甲耶稣讲，我毋知。遮个先进伫当时的社会，为虾米今仔日为什么传道要用先进？因为伫中文、伫台语的意思拢共款，拢是伫讲。遮个人是伫当时社会遮个先败啊，是当时社会这个指标性人物。毋过，伊是指标性人物，因煞无要相信耶稣。到一个程度是，我毋知，超过伊讲我毋知。所以权柄伫遮个人手头。毋过，伊无照着上帝意思来行的时阵，伊其实甲福音嘛无关系啊。伫遮的经文内底，耶稣后来回应伊讲：我问你的问题，你无要回答，所以我嘛无要甲你讲，遮个权柄是对倒位来。毋过，耶稣后来继续，伊毋若是亲身做见证，伊毋若是透过对话，透过伊的话语来对阮讲话，伊刷落来佫讲了一个故事。今仔日也传道嘛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叫做蓝斯旅馆的迄一年。即天暗时，一个人伊行
入去一个旅馆，伊伫柜台前这服务员讲，啊，真歹势呢，今仔日只剩一个2人的房间，一间2人的房间，其中已经有一个人啊，所以只有剩一个床。在想讲，哈，徛伫这柜台前这个人叫做苏瓦，伊交互人讲，哈，我甲找份人住伫同一间房间。这服务员甲伊讲，假使讲你无愿意，你会当去问别间。啊，毋过你搁转来的时阵，你可能就无位啊。伫外国有一寡的旅馆就是安尼住，这是外国很多都是这样做。这苏啊想讲，好啦好啦，这位互我好啊。啊，毋过我会当先知影我甲啥物款的人住无？这服务员甲伊讲，伊已经来啊，恐惊嘛已经困啊。这苏啊，伊心内有感觉不安，啊，毋过伊嘛无惊遐，伊哪惊哪想，甲这找份人住做伙，真正是真的很陌生。伊行，来到门骹口，伊在想讲，这时阵我有2个选择，我会当回头就走，我嘛会当开门。若是你要住无？袂，你要住无？这个书啊，甲人生节共款，伊着开门入去。伊开门的时阵，就是黑暗一片，因为拄则讲嘛，伊有可能困，伊在找迄个开关要甲迄个电火拍开。等者，你莫开电火，我甲伊房间是黑暗的。苏啊想讲，你还袂困哦？甲伊讲你还袂困哦？伊讲，说你房间的中央有我的拐仔，甲有皮箱，你行路莫互跋倒。你只要换咧壁来行，你就会当去你的床的边啊。苏啊，就足小心的、细腻的咧行。伊行到伊眠床边啊，伊就脱衣服，就倒入去伊的棉被内底。伊倒的时阵，伊咧听，这个人的呼吸声，应该还袂困哦。无偌久，这个人讲话啊，伊讲：你是来开会，还是来做生意的？苏啊回应讲：毋是，我是因为一个奇怪原因来的，只是火车对旅馆边仔来经过，清呛，迄地面拢咧震动。啊，你是来遮自杀的？无啦，当然嘛毋是。我是为着我迄个古珠的囝来的，为着伊，我对足远的所在坐车来到遮。伊破病哦？无啦，伊真健康，只是伊是一个有一点仔敏感的囡仔。他有一颗玻璃心，现在很多人都有玻璃心吼，所以伊真容易就受伤。哈，一个人遐尔软食，啊死就好啊，免活啊。喂，伊只是一个囡仔呢，伊心灵拢还袂成熟呢，还袂大汉呢。无，应该讲。互伊真无快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咱遮大人啊，每一工透早，伊要去学校的时阵，伊总是一个人去，伊拢会徛伫一个所在，这个地方是平交道，伊拢徛伫遐前面，等7点，迄班的火车经过，伊伫遐。
下手嘛。嘿，嘿，嘿，有看到我吗？还使劲的挥手，看到我吗？啊，然后咧，然后哦，伊就去学校读书啊。啊，转来时阵哦，伊拢足无精神的。有时阵转来时阵，甚至会哭。伊变甲愈来愈伤心。开始的时阵，伊是无要做功课的，刷落来的，伊嘛无要耍，嘛无要讲话。我咧想，搁安尼落去，我的囡仔要安怎？伊为虾米会无精神？吼，我拄则咧讲，你拢无在听。当我的囡仔这火车来会手的时阵，全车的旅客无一个人该会倒转啊，无啊，无人要睬伊啊。即摆的人哦，愈来愈冷淡啊。咱当然嘛袂当勉强人去回应伊嘛。但是我甲我的太太真正真烦恼伊，所以你拍算你明仔载要坐7点的火车转去，你的后生来手，对啊。我无愿意。若是我无愿意，我无介意囡仔，就婚姻的我讨厌伊。是安怎？因足古水的呢。我甲伊讲，我的某伫咧生产的时阵，因为咱难产，伊就我的某就死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真抱歉。伫即暗，安静的城市，3不5时有火车经过声。这找份人讲，你敢有感觉？你的计划是咧欺骗你的囡仔。这师啊足无欢喜，倒咧面床转身。你哪有这想法？无搁讲话，伊就困啊，因拢困啊。第2天早时，师啊醒过来，房间剩伊一个人。看伊的手表，系啊，即摆已经8点啦。迄班火车是几点经过啊？伊的火车早已经开走啊。兄弟姊妹，若是你拄着即个情形，刷落来你会安怎做？等明仔载，哇，这个师啊在想同款的代志。伊在想讲，我明仔载阁要大只，毋过我大只已经开了我真济工的生活费呢，阁大一案，阁对遐远来，我实在负担袂起，所以伊嘛，垂头丧气的回家了。结果，伊转去厝的时阵，伊爬伫咧楼梯，拄着伊的囡仔。伊囝仔拍开门，满面笑容的走。爸爸，有人会手啊，有人会手啊！早时我上学读书的时阵，我甲迄个火车会手，结果有一个人嘛会倒转台呢，而且伊会足久的呢。在想讲我已经困过头啊，伊毋是讲迄个火车，敢有好心人出现？伊在想，会不会伊是毋是用拐仔甲你的手？是啊，伊是用拐仔，然后伊甲手棍咧摆伫迄个拐仔，然后举出迄窗外，一直甲我下手，会到我拢看无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在来甲阮分享故事。
天白深深疼阮每一个人。伊看到有人伫院院内下手，兄弟姊妹，你嘛有可能是这个老爸，你等咧着急，惊可能是你的囝，可能是即个社会，惊会受伤，惊会互影响，惊有人行毋着路，无要回头。若是你是即个大汉后生，即个切份人，伫后悔内面，甚至真怨恨家己，到一个程度，可能因为啥物缘故，就亲像圣经讲迄隔断的墙，甲人无要交叉，无要搁往来。耶稣今仔日邀请你甲我来到伊的面前。伊透过故事，伊透过伊的话，咱甲人讲，是世界顶悬的救恩，已经为每一个人承担一切啊！耶稣甲人的对话，不断地表达讲，权柄是为着人会当进入天国，权柄是为着要带人进入天国。啊，毋过遮个先前我拄则讲过，遮个这市长，遮个长老，伊想要掌握权力，一个掌握权力的人，有可能真难明白，讲伊所有的这是为虾米来的？我有权柄是为着虾米？耶稣已经亲身来做啊！伊有权柄是为着遮会受伤的人要得到医治。啊，毋过传道嘛要讲啊，法律的规范无一定会当互人得到医治啊。只有带人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真正医生面前，会当互医治。我做青年传道，嘛伫嘉南教会大汉。最近有真侪人来问我讲一寡议题，譬如讲同性恋，譬如讲一些国家未来问题、青年就业问题，譬如说安乐死的问题，侪拢是无直接的答案的。啊，毋过咱基督徒知影，迄个医治的源头，迄个真理的源头伫倒位。所以咱会着急，咱会烦恼，咱会想要甲人带到上帝面头前。所以今仔日透过即段经文，嘛互咱看到讲，即个世代有真侪人伫破碎家庭甲环境内成长。伊大汉了后，伊变做这个社会先进，啊，毋过伊的心内无真理的时阵，伊嘛袂当活出迄有真理的性命。传福音真正是真要紧的代志，伫这个世代，人还未拄着耶稣进前，你毋管甲因讲啥拢无效，因为他可能思想改变了，伊的心嘛是受伤，伊的心改变啊。啊，无伊的脑还未互上帝真理来充满。咱爱传福音，带人悔改伫上帝面头前，互伊去拄着迄医治的机会，互伊去拄着迄安慰的机会、恢复的机会，活出迄国外的性命。耶稣透过伊所行所做，透过伊所讲的，伊互人看到真理，毋若是教导，嘛是需要智慧甲听，嘛是需要人亲身来明白，特别是咱不知道的。在2003年的时候，2003年的时阵，香港迄时阵就讲
10年后的台湾，即将要为这个同性恋议题开始付上代价。2013年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有去，还记得972吗？开始台湾一直在有这样的议题出现。有人说5%的人，那一当决定这个95% 的人。然后传道说，因咱做代志的时阵是有策略、有方法的，可是他背后的动机，如果不是属神的，我们真的是要辨识清楚。官兵需要分辨，嘛需要咱行伫真理内面来传讲福音。大汉后生后来后悔，伊遵趁老爸的命令，伊先离去天国，伊是抽象的甲遮的娼妓。在今天呢，他们可能就是很多人口中的同性恋，跟很多人觉得的敌对阵营。传道毋是讲爱认同，我是讲爱了解、爱分辨。有机会一定爱传福音，带伊来互上帝医治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在选举的时候、选举的时阵投出一票，来表明咱相信的真理。毋过，咱嘛爱想着，毋若是做即件代志了，做即件代志了后咧，选举了后咧，结果出现了后咧，咱所爱做的是引带人进入天国，咱爱领受遮的使命。我知影有可能你的囝、你的孙、伊的朋友，或者是伊家己，伊即马就伫遮的困境内底。毋过，上帝是互咱有盼望的，会当活倒转伫伊的面前的时阵，咱的性命有新的可能。所以耶稣后来对遮个人讲：你爱遵趁约翰行的迄义路，引带人先入去天国。你爱遵趁遮个义路，是讲下伫上帝做代志的方法甲道路，是听的道路，是智慧的道路，是互人进入伫天国的道路。11月8号开始，这美国加州，咱有听伫基督会有听，这campfire 坎普大火，11月8号开始烧，真紧就烧那个烧整片这样，南北加州都烧。咱看到遮个人，伫这内面受苦，死亡的人已经到现在已经达到70多人死亡，原来是50多人失踪，现在是1000多人失踪。昨天的新闻，7000多，我没有讲错，7000多栋的建筑物被烧毁哦，不是烧到也烧毁，那可能现在还更多。有一个牧师的伊个道格克劳德，伊11月11号的时阵，原本要去一个所在退休军人节的讲道，毋过伊拄着一个大火。就在这个大火当中呢，他看到大火发生，而且就是在他们的教会附近，他赶快加入这个救援的工作。那个火烧得快啊，因为我们如果知道加州是地中海型气候，所以它很干，它某一个时节是很干，所以他们很容易自己烧一烧就烧起来了。这样太热烧起来，怎样烧起来？因为太干燥，很快的就这样子一片在烧的时候，他看到有人就正在那个火场当中，开车找他的同工去救，当天就先救了30多人出来这个火场。大火蔓延很快，人力根本来不及，甚至直升机一直撒那个粉都来不及，他只能控制，没办法消灭。我叔公，伊即摆会当做诶，除了祈祷了以外，
就是拍开迄无互火烧着的教会，互民众、互这同工会当有休困、会当会避难的所在。然后伊回答这媒体问的问题：啊，你不是要去讲道吗？伊讲：我虽然无法度讲即篇道，啊，毋过咱的性命爱活出一篇信息。兄弟姊妹，咱要投票的时阵，其实亲像咱每一工做的选择，你今仔日就会当传福音互人，你今仔日就会当活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的性命。咱即时来唱回应的诗，咱起立来唱。